大家好，我係白切雞，一位對賽馬有熱誠、有紀律嘅專業評馬人。今次為大家送上5月14日跑馬地夜賽嘅心水推介。今次一共有9場賽事，無論係短途爆炸力定係中距離鬥耐力，我都已經幫你逐匹馬評過晒，挑選出最值得關注嘅4匹心水馬。一於入正題，第一場第5班草地1800米，首推1號銀皇輕標，周俊樂策騎，連場錄得2段及末段快段，狀態當銳。10號皮具大師由巴道主理，穩步上揚，今仗檔位有利。8號同寶寶近仗表現穩定，潛力未盡。6號傳承者擁有2段快段，有望後追上名。第二場第3班草地1000米。4號四季醒由希威森出戰，近仗2段速度非常出色。3號添開心由梁家俊主理，段速活躍，競爭力高。7號聖萬金近期走勢穩定，機會分子。1號星際快車布文上陣，爆發力強，值得列入。第3場第4班草地1650米，5號綠色好景布文主理，連場2段快腳，後上強而有力。2號得意佳作潘明輝出戰，評分持續上升，勢必搏盡。12號魔法速遞近仗穩定發揮，今仗再增。1號卓越線風雖劣檔，但段速仍具參考。第4場第2班草地1650米，1號喜連勇敢由班德禮主理，連場2段快段，形勢大好。5號太陽勇士潘頓出擊，段速穩定又準繩，今仗搏殺。4號加州動員有速度支持，步速明快。3號電信巴打近仗穩定，可趁機增腳。第5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11號新力由賀銘年策騎，近仗2段勁快，潛力未盡。1號喜旺區布文上陣，連場2段，氣勢凌厲。3號運來5寶末段有速，具後勁。9號金匯千歲2段爆發力，聲望不低。第6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9號鄉村樂韻嗌少禮上陣，近仗3段皆快，狀態當勇。8號天外迎天潘頓操刀，表現穩定。4號喬峰段速出色，爆炸力不俗。7號人和嘉盛有段速支持，博冷腳之選。第7場第4班草地1002米，6號凝聚美麗由梁家俊策騎，3仗穩定，步速凌厲。10號落河賀銘年上陣，近仗步速連貫，有力搶攻。3號猛將輕段速具爆發力，今場屬主動腳。4號好精神評分回升，具一戰本錢。第8場第3班草地1800米，3號星價霍宏星執韁，2段快段齊備，勝望濃。8號春風萬里由巴道主理，末段爆發力十足。9號真金奪冠嗌少禮上陣，表現漸進。10號中華英雄段速穩定，冷門可搏。第9場第3班草地1002米，3號風雲武士潘頓操刀，3場皆錄2段快段，勢頭強。4號雪勇神區亦有3場2段，腳法連貫。2號翠紅嗌少禮主理，段速不俗，有力挑戰。9號極速贏步速快捷，後上搏殺機會高。